全運睇港台，體壇盛事新視野，精彩無限在港台。港台電視同大家一齊力撐港隊，搏盡全運。留意港台電視，帶俾大家最全面嘅直擊。第15屆全運會，留意港台電視，帶俾大家最全面嘅直擊。全城見證，全運一拼，香港電台全程同步。第15屆全國運動會11月9號至21號喺粵港澳3地舉行，而香港代表團嘅授旗禮亦都喺10月15號喺九龍公園體育館舉行啦。行政長官李家超連同一眾嘅嘉賓主持授旗儀式，象徵住香港正式踏上全運會征途嘅重要時刻。相信各位運動員都已經準備就緒，整裝待發，期待讓全國同胞見證香港健兒嘅拼搏精神。今屆港隊就派出歷嚟最大嘅代表團，大約有600名運動員、270名隨隊人員同埋醫護團隊，全力出戰28個競賽項目。好興奮！我完全係冇諗過今次個授旗儀式咧係咁大咁震撼嘅，所以我完全係覺得，咦係啦，好似嚟緊呢個大賽咁樣，又好似第二個大賽咁樣出發啦，準備。今屆全運香港將會舉辦8個競賽項目，準備喺香港維多利亞公園出戰沙灘排球項目嘅杜氏姊妹都已經準備就緒啦。喺啟德體育園嗰度練波嘅，咁其實嗰個環境我覺得係有少少同銅鑼灣嗰個地方好似，因為隔離都係有高樓大廈啦，而且都喺個市區入邊啦。其實大致上係兩個地方其實都差唔多咯。希望我哋可以將咁耐以嚟啦、集訓啦、比賽啦、經驗吸收到嘅訓練吸收到嘅嘢咧，希望可以喺香港主場呢一個地方度發揮得最好出嚟。香港電台將會全程同步國家盛事，全城見證全運一拼。投選舉共創未來，2025年立法會選舉10月7號齊投票。各位觀眾，歡迎收睇港台第36公共全運。今日係第15屆全國運動會開幕式嘅直播，有我兩位 Oscar 同埋謝建能咧為大家帶嚟節目嘅口述影像嘅。係啊，你好啊 Oscar。咁咧就今咧